现在这个乡亲看这个事故的新闻是看甲艰苦流目屎。自伤心理师工会全联会就提醒大家，关心灾情，嘛唔通袂记哩爱关照家己甲亲友情绪的反应。若是这个负面的情绪出现的时间有伤长咯，一定会记哩爱来转换一个心情。 全台各地搜救精英伫每一个车厢拼性命来救人，分秒必争的是一条一条宝贵的性命。救援的过程真困难，心内嘛真艰苦。冥冥之中，有人告诉他说他在那里，需要他去救他，结果他去忽略这件事，所以回来他就觉得说有点半自责半愧疚。亲目睭所看到，伫事发地点第一线的搜救和医护人员，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高危险群。6年前参加八仙全跑的救援，当时条件下出现类似的状况，用3个月才开始好起来。你在做梦的时候，会同样的事情一直在。 重新的在你的梦境中重新出现，然后你会突然间惊醒，然后惊醒之后你就很难再入睡。不管是经历过事件的人、救灾人员，甚至是一般民众，在日常生活也是会出现悲伤、生气、惊恐的情绪。时间一长，就是一种惊喜。在事件发生之后的1个月内呢，是很有可能产生急性压力障碍的。 那如果1个月之后，这种急性障碍还没有解除，那就会产生所谓创伤后压力障碍的现象。超过心内会使接受的程度，会使起来减少刺激，稳准家己和别人表达情绪，才甲回应放互慢。重点是用行动来陪伴，转移注意力。到时外动，嘛会使卡免付费电话，得到情绪支持，做伙度过这摆难关。